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8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4篇，以赛亚书5章第24节到30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44节到53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建造。咱前礼拜有讲到拆毁甲重建，比较的下面来讲，拆讲起来是较简单的代志，但是要怎样来起造，怎样来维护，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特别是咱现代咧讲到建筑的这个代志的时阵，有足侪的要求。起造有侪必须要考虑的这个层面，亲像讲对921大地震了后，这个建筑的这个防震、地动这个的要求就提高真侪。安全呢，包括消防啦、逃生啦，以及电梯啦、楼梯等等这问题，影响设备或者是礼拜堂空间的影响效果的规划设计，嘛拢直接影响到礼拜的感受还是讲使用。另外，像光线啦、爽快度啦，这个楼每一层楼这个空间的安排啦，也是咱即马咧讲的迄种热能，也是考虑节约等等，遮阁有上重要的部分，就是经费的问题。以赛亚先知甲以色列人讲，所以就亲像干草伫这个大火中间在烧共款，恁的根要高大，恁的火要射，因为恁违背以色列神圣上帝的法律，拒绝上帝万军统帅的教示。因为安尼，上主要伊的子民发受气，伊要伸手来责罚因，山要震动，时时要蹲伫个路边，亲像粪扫一般。到伫迄个时阵，上主会受气，还未消除，伊还要伸手来责罚因。有时伫加州生活10几冬的时间，对伫以赛亚先知所咧讲，即种干草伫迄个大火中间咧烧，实在是无生分啦吼。甚至有几摆，即个大火离阮所住的所在非常接近，会通深刻体会到迄种的紧张甲迄种恐怖感。礼拜日伫迄个主日的信息的中间，咱也有讲到上帝真努力来整理建造的葡萄园。虽然上帝遐尼尽力，却犹原生出又搁酸又搁涩的葡萄。后来上帝就决定要将这个葡萄园甲毁掉，互伊拍远。因为呢，这个被称作葡萄树的以色列人，因无有性命的好见证，起好的厝却非常的无好用。那安尼就会失去迄个起造的目的。当然，这是需要时间以及圣经讲的火的考验。哥林多前书第3章11节到17节，保罗安尼甲哥林多教会基督徒讲，因为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基础，无有人会通立其他的地基。伫这个地基的顶悬，有人要用金银或者是宝石起造，
也有人用柴料、草，也是稻草来起造。等到审判的日子到，每一个人的工程好歹，拢会显露出来。因为大火要显露，并且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，迄个真的品质的出现。如果伊起造的工程会通经起这个火的考验，伊就会得到奖赏。如果伊的工程互火烧歹，伊就亏损。但是伊家己会得救，对着火逃走出来共款。你一定知影，恁是上帝的殿。上帝的神踮伫咧恁的内面，所以因为安尼，若是有人毁坏上帝的殿，上帝一定会毁坏伊，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，恁家己就是上帝的殿。那照着先知以赛亚的预言。上帝要拆除迄个当初时的波特园，就是以色列人，而且是呼召一个遥远的国家来。亲像以赛亚书第5章第50到第60的经文讲到：看，我要安尼来处理我的波特园，我要挽除四周围的篱笆，拆掉保护伊的威力。互野兽来食园内底的果子，并且糟蹋伊。我要互涂骹生满野草，我无要搁修剪葡萄藤，也无要污送伊的土地。我要互地上生满蒺藜甲刺皮。我甚至要禁止云降雨水。这就是基督徒应当爱非常注意重视的事啦吼。亲像保罗也甲哥林多教会基督徒咧讲，伊所论的其实毋是干那一个咱咧讲的硬体的圣殿的起造，搁较是基督徒性命的起造。因为保罗安尼甲因讲，恁一定知影，恁就是上帝的殿。上帝的神住伫恁的内面，因为安尼，若是有人要毁坏上帝的殿，上帝一定会毁坏伊。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，恁家己就是上帝的殿。咱看到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，司提反所讲的话。伊对于伫摩西的圣幕，也是讲会幕来讲起，讲到约书亚将这个会幕搬入去家己迦南地，一直点到大笔的时代，大笔准备建材。所罗门负责来起造圣殿，但是重点是，上帝从来无住伫圣殿内底啊。使徒行传记载，司提反引用以赛亚书66章的经文，安尼讲着：其实至高的上帝并无住伫人所起造的殿宇内底，就好亲像先知所讲的，主讲天是我的宝座，地就是我的骹踏椅。恁会当为我起造倒一种殿宇呢？何况我安息的所在呢？这一切毋是当我亲自创造的吗？但是呢，伫所罗门起造这个真富丽的这个圣殿了后，以色列人却是总是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因甲圣神作对。司提反批评遐个祭司讲：“恁才会顾一个人啊！恁的心太碍，恁的耳孔听袂到上帝的信息，恁甲恁的祖先共款，总是甲圣神来作对。
倒一个先知无受过恁的祖先的迫害呢？先知宣告迄个公义的仆人要来临，恁的祖先却甲因杀死。现在恁阁竟然出卖迄个仆人，杀害伊。恁是接受上帝法律的人，这个法律是对天上传落来，但是恁却无要遵守法律。亲像安尼，圣殿就必须爱受到拆毁。诗篇74篇，因为较长，就请兄弟家己来看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伫咧规划将来礼拜堂的建筑的时阵，会通顺探你的旨意。更较重要的是，会通活出更较水的性命，伫阮的性命的中间，会通归荣耀伫你的圣名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